你有冇發現到呢個年代最勵志嘅口號唔係努力就會成功，而係跳出舒適圈？但你有冇停低諗過，跳出舒適圈真係等於進步咩？定係只係另一場被包裝得好靚嘅陷阱？首先，跳出舒適圈呢句說話為咗幾多個人？每本勵志書都係咁講，留喺舒適圈度，你就會被淘汰，跳出去先至會有未來。但現實係9成9跳出去嘅人係冇成功到，反而跌得更加之慘。有啲人俾人洗晒腦，唔跳啊就永遠唔會成功。結果為咗夢想借晒錢賣晒層樓，同屋企人反晒面，最後輸晒一切。佢哋唔係懶啊，唔係唔夠膽啊，而係由頭到尾冇人教佢哋點樣跳先至唔會死。第二，跳出舒適圈其實係反人性。舒適圈就好似你嘅防線一樣，你用幾年嘅時間砌起咗一埲牆，但有一日有人同你講要成功就要跳出去，你聽話照做，跳咗，結果跌落懸崖。巴菲特就唔會咁做，佢話我永遠唔會投資我唔明白嘅生意。明白咩意思嘛？真正聰明嘅人係唔會亂闖邊界，而係守住優勢。跳出舒適圈係冒險，但冇準備好就跳就係賭命。第三，聰明人唔跳出舒適圈，佢哋會擴大舒適圈。如果你真係想要成長，唔係要拋棄熟悉，而係要拉長熟悉嘅邊界。舒適圈嘅外邊係學習圈，再外邊先係恐懼圈。直接跳出去舒適圈，就好似一個新嘅廚師，第一日就走入米芝蓮嘅餐廳，你唔係挑戰自己，係送死。正確嘅做法係一步一步將學習圈變成為舒適圈。今日覺得難嘅嘢，1年之後會變成你嘅日常。今日令到你焦慮嘅挑戰，3年後可能只係你茶餘飯後嘅分享。最後，我為呢個內容準備咗一條深入講解版嘅影片，留言舒適圈，我會將呢個內容送俾你。